突傳死訊，根據港媒最新報導，香港演員資深老戲骨有御用反派之稱嘅江濤離世，終年89歲。江濤離世嘅消息爆出之後，外界都感到震驚。隨後呢，香港男星田啟文接受訪問嘅時候，證實咗江濤離世嘅新聞。離世嘅原因係因為突發心臟病。據了解呢，近年嚟呢，江濤嘅身體狀況呢一直都唔算特別樂觀嘅。由於年齡、健康等嘅問題，江濤呢幾年都係深居簡出嘅狀態啊，已經好長一段時間冇公開露面。知情人士透露，江濤患有聽力退化，需要佩戴助聽器。而喺2021年嘅時候，江濤曾公開露面，曾經接受香港演藝人協會嘅訪問。當時喺訪問當中咧，江濤嘅精神狀態就好麻麻，講嘢嘅聲音比較沙啞，睇落嘅都有氣無力嘅。喺接受今次訪問之後，江濤就徹底算係消失。最近呢幾年，港媒亦都冇報道佢嘅新聞咯。但係今年嘅2月，江濤曾公開現身過一次。咁當時佢出現喺香港演藝人協會嘅聚會中。相較於2021年嘅露面呢，今次江濤仲有一啲回春嘅跡象㗎。當時佢喺聚會當中面色紅潤，身體狀況唔錯，甚至仲同大家傾偈合照。查詢資料可以發現，江濤最後一次拍戲係喺2019年，當時佢參與演出咗電影《叔叔》啦。喺《叔叔》裏面，江濤飾演一位老年同志。喺片中，江濤屬於客串演出，戲份唔算特別多，但江濤嘅演技依舊在線啊，將老年同志嘅落寞演繹得淋漓盡致。江濤出道多年，係港劇熒幕上嘅御用反派。佢曾經短暫喺 TVB 拍過戲，後來大部分時間都喺亞洲電視嘅經典劇集《書劍恩仇》《民間傳奇》等影集，佢都有參與演出嘅。一路到2010年，江濤先至正式離開咗亞洲電視，開啟咗退休生活。江濤呢世冇結婚，因為佢好享受單身生活。早年佢喺受訪嘅時候透露咧，自己後生嘅時候好貪玩啦，幾乎每日日晚都係喺夜店酒吧度過。江濤嘅感情生活特別豐富，佢嘅女朋友好多，同埋佢嘅女朋友大多數比佢年紀大咯，所以呢啲感情都唔被祝福。時間耐啦，年齡大咗，佢就唔願意結婚啦。咁由於冇結婚啦，江濤亦都冇仔女。晚年江濤嘅契仔江輝常照顧佢，兩人情同真係父子。平時咧，江輝會江濤嘅照顧簡直就係無微不至啦。甚至江濤出席活動啦，着嘅衫啊，都有由江輝親自挑選。但係比較遺憾嘅係，江輝喺2017年因肝癌離世。江輝嘅離世咧，對於江濤咧係巨大嘅打擊。兩人儘管冇血緣關係，但亦都係屬於白髮人送黑髮人。而江輝喺離世之前，仲擔心江濤將來冇人照顧，主動託付自己嘅表哥代為照顧。睇嚟江濤嘅離世確實好突然，亦都相當令人惋惜。江濤儘管冇結婚，但係佢個性開朗樂觀，對待朋友亦都係特別真心，所以人緣唔錯。近段時間呢，已經有多位香港演藝圈嘅老戲骨離世啦。實在有啲令人唏噓。最後啦，希望江濤一路走好，天堂唔再有病痛。